俗稱水牛肩嘅富貴包，如果長期唔理佢，都會增加50肩或者肩周炎嘅發病率。要改善肩頸部中間嘅痛症，不妨試下按摩穴位。除咗大家熟悉嘅風池穴，仲可以按大椎穴同肩井穴。大椎穴喺低頭嘅時候，頸後凸起嗰一點，下邊嘅凹位。肩井穴喺大椎穴同埋肩峰嘅中間點，左右各一。富貴包係長期嘅頸部前傾，導致肩頸肌肉增生變厚，再加上頸部長期嘅血氣循環唔好，造成脂肪嘅積聚。無論想靚定怕痛，就要鍛煉，坐要腰骨伸直，頸都要伸直。試下做夾背健樂操，背靠書台，與台距離約1步，兩個手與肩齊，放喺台邊，將兩邊嘅肩胛骨往內收，保持背部挺直，腳尖向上，垂直上，垂直落，每組10次，中午下午各1次，有助強化背部嘅肌肉，改善富貴包或者頸椎前傾嘅問題。